来继续来看长老教会牧师高俊明昨尾仔嘛去做宣乐，享受90岁。高俊明伫今年1月中旬，甲台东的大佬吴礼培、裴明敏、李婉铁、刊报纸呼吁着蔡英文放弃2020年选总统，交出着行政权，而且全力挺这个赖清德来选总统。结果是引发着大风波，即摆去做宣乐，嘛互亲友真唔甘。长老教会高俊明牧师10日下晡过身，享年90岁。这是高俊明牧师伫年初正甲台湾独派大佬公开登报，呼吁蔡总统放弃2020连任，交出行政权，而且替行政院前议长赖清德参选，引发北京的讲法。这是蔡英文总统伫年初安尼回应。现在谈2020，老实讲是确实有点早了哈。不过任何的总统都是希望有足够的时间把他想做的事情做完。伊嘛呼吁蔡总统交出行政权，放弃连任，嘛公开反对同性婚姻。高俊明身为民主导师，美丽岛事件了后，曾经协助施明德逃亡。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了后，嘛出任总统府主政。2012年得到台南市长赖清德颁发杰出市民荣誉，即马过身亲朋好友非常唔甘。